多谢第选，咱台湾少子化现象愈来愈严重，这咱知影。即马有人伫怨叹讲啊，去产检挂号费讲的3000块，加上医生看诊甲超音波，总共讲开9800，引起大家讨论。嘛人认为讲去公立病院看诊，敢若需要负担挂号费，当事人应该去这个私立的特约门诊才会遮贵。啊，对了这个代志呢，这个妇产科医师表示讲啊，民众一般去产检只要负担挂号费就好，医生看诊啦、超音波。一个检查等等基本项目拢包括在内。啊，若要自费做羊膜的穿刺，也是基因的检测，费用才会相对的较悬。不过，这毋是必要的项目，建议讲会使先甲医生讨论一下。囡仔妈妈还有一个新的生命来到世间，不过有家长伫咧入面的社团怨叹，家己和太太去妇产科产检，挂号费就要3000块，加上看诊和产检的费用，拢总要9800块。而且，干那看诊和超音波检查加起来无到1点钟，互伊怨叹讲囡仔也会出事，就遮尔贵，无怪大家拢无爱生。不过，其他民众认为无人叫你去挂遮尔贵的门诊，建议去公立的病院无遮尔贵。嘛有人问讲是毋是有做虾米自费的项目咧？很多医师都有送做这个超音波，这些大部分都不会再加钱了。所以这些孕妇从头到尾就是付100块，国健署就补贴340元。第一线的妇产科医生拢硬气，认为应该要摕数据来作证。实际上，产检的行情价，基站的诊所也是医学中心挂号费差不多是50到420。不过，若是去私立的特约门诊指定医生，挂号费上贵可能要2500，咨询费嘛要500块。不过，一般的产检包括看诊、验尿、尿血压、胎心炎检查，阁有超音波。除非爸母袂放心，想要自费做深入的检查，参像羊膜穿刺要自费1万块，高诊处的超音波要3000到8000，基因检测要1万到10万块。他们在产前有14次的一个产前检查，那在这14次的产前检查来讲是免部分负担的，那个部分的费用比较高，而且它的项目也非常的多，所以我才会说那个部分是不是有需要做，可能要跟他的产检的医师做充分的讨论。饲囝无简单，不过产检9800的话题，互袂少人拢惊到。不过医生表示，健保已经补贴大部分的项目，请所有的老爸老母唔免伤操烦。Hello， 我是林明瑞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我们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